掩盖客床嘅神秘面纱，行到去棚下真实记录。我係唔一樣，一啲好看戲劇嘅新聞主播，我能談論客床人嘅腳步，對台灣到世界，對表演到內在靈魂，看到人呢堅持同熱情，發現真有意思嘅幕後人生。喺台灣多樣嘅客家文化、客家精神，一切係咱們上人嘅創作元素。佢都係行人嘅藝術工作者，唔單止喺社會運動當中扮演重要嘅角色，而係韓國深厚嘅同客家嘅歷史、風土民情，韓國社會處境也都融入因哋嘅創作當中，也使我哋如何更加嚟了解當代客家藝術嘅樣貌。文化按用嚟解釋，也係展現有各種各樣嘅方式。有人用文學，有人用音樂，咪有人用戲劇。今日我嚟拜訪佢嘅朋友，嚟看下人哋形容呢同客家文化轉換做現代藝術。係詩人、係記者，咪係客床工作者嘅中口先生，而係行人對文化同藝術有過深入嘅觀察，也咪而咪係當代客家表演藝術嘅策展人。認真人才是做過記者，故所以中口先生佢會照實來講客家文化，咪因為伊嘅成長背景，故所以伊咪特別關心客家嘅語言問題。我們就講到語言這件事情，它是一個族群的溝通的橋樑。那想法就會講，當然啦，因為客家運動10年有各種展現的方式。第一個客家運動開始的就是還我母語，它是一個語言的事情。這個語言的事情就是在戒嚴的時代有廣電法，廣電法就是不准說方言。我們小時候都體驗過，比如說我體驗的最深刻，因為我出生是台中的客家人，我連沙全部會福建人。哦，我以後教呢就要講嘅國語，然後呢要轉三語，要講客話。我們又覺得很尷尬，就是因為你講這個話都被人家笑的，沒辦法拿天條，兩個轉模講客話就配組，客家人最喜歡說這個，至少我上一輩的這種歷史傳承記憶都還在。那所以我是這樣子的環境底下成長長大的，所以我對語言的這個客家話這個事情，我的這個感受特別深。但是就客家人運動的背後，在80年代開始，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在當時的這一個黨外運動，或是整個的社會運動裡面，像我這樣的世代的人是體驗最深的。不管是山城的啦，不管是新竹的，全部客家人啊，就是帶頭的都是客家人。80年代中期，中口先生以落成報道寫作同社會運動，而有過豐富嘅採訪經驗，故所以伊咪希望做得同客家社會運動嘅歷史，過巧妙嘅用藝術來表現。一出方天漢同伊嘅幾條弟兄，戲文係中口先生創作嘅，就係同50年代韓國80年代嘅客家正式社會運動稍稍起來思考，這個創作出來嘅戲出。故事當中嘅主角方天漢係中口先生假創出來嘅一個人物，是講一生人物嘅故事，其實係一段中口先生一出聽表唔係的真實歷史。范正國，人去採訪佢是就1988年、87年、88年交接的時候。佢同我講，佢講嘅他了解講，在城市裡面也開始解嚴了。但是呢，他心裡面仍然很緊張。假設你現在把我登出來，好，然後你會給他拉呀，在電信局在工作，他就做得很緊張。你咪先翻咩？我就同佢梁先生講。給我同取一個名字啊，你就像帆，然後就是我覺得你的一生啊，很像寒冷的冬天呢。你的家族這些事，那也就等於還沒名嘅范天漢。所以這個范天漢是我們那時候，因為這個採訪當事人呢，他有這一個
他的压力，所以才取了一个虚构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历史的真实的情境里面，我们 Google 不到范天涵，我们 Google 到了范天涵是一个虚构的名，但是他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人，这个是范天涵的来源。有真实事件，又有虚假的故事，交插出一出同本地的文本无共样的写实风格。睇戏劇嘅表現方，如韓國自由，韓國唔會特殊特約。這位優雅嘅改編，其實又含有一啲重要嘅人物，如係劇場導演王偉良。的客語，亞威，它如果變國語的話，會是父母。因為時代無共樣，故所以觀點咪無相同。不過為到愛屯文化韓國歷史好好傳承下去，故所以仍能2-3人應討論應溝通。這次找我好像應該可以帶來一些新的想法或新的衝擊，不管是對於這個鍾老師來講，或對於柴氏劇團。其實事實上從去年的下半年，我們就已經開始在討論劇本，大概我們在工作劇本上面應該有10個月的時間，是不斷的在磨合討論，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切入。尤其這次所選定的素材，可以說是相對的生硬。可是對我來講，我還是很想要改變。其實這當中有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部分，還是我覺得老師也想要改變，所以他找我。然後他找了我以後，我跟他在討論劇本，不斷的去這個刺激他不同的想法。就是我之前拍攝關係，就是因為這張椅子我不太可能直接坐在這裡，或是坐在這裡，因為男生也可以坐，女生也可以坐，在這不是。我們拿到他的本子，但是我就把這個劇本擱置，所以我在跟演員排練的時候，我把這個劇本藏着，所以演員們也有點緊張，想說，那這樣子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進行？對。那當然，我對於劇本當然就是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知道裡面的素材是怎麼樣組成，然後劇作家是想要說什麼樣子的話。但是我覺得去到了劇場創作這件事情，我覺得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途徑，所以我就把劇本先扣留，然後開始跟演員們一起去針對我們去尋找到的相關於50年代的這個時代的資料，當然資料其實很多。那我們有去就是搜羅，然後鍾老師不斷的提供。然後還有當然另外一塊就是這個80年代，主要在1989年的遠東華前的罷工。然後原先鍾橋老師就是以這兩個事件扣在一起來寫這個劇本的，然後看演員們一起針對這兩個時代的，可以真的是大量的素材，開始去從中去找出事件，然後去做即興的演出。鍾老師的劇本有他的觀點，可是對我來講，他是上一輩，那他們對於歷史的事件有他們的想法和觀點，但我會覺得，既然已經交到我們這個年輕人的手上來做，我們是不是應該用我們的觀點去來看待？反而對我來講是更大的敬意。那我會覺得，我們如果用這樣的方法去做，反而是跟他在一起，這裡面對我來講還是有一個傳承的意味吧。我說我只是幫人家送信啊，信人家不收我就回來了。那個信不小心跟那個濕的衣服放在一起，這個牧師要問他講皮佛，結果燒了一腳，他們就說我企圖湮滅證據。警察就講了，你連背後的故事你也不會嗎？這個荒唐的情節你自己會相信嗎？我被抓去，因為我去開庭宣判的時候啊，
用到中口先生展示下色的戏文，还讲王伟良导演嘅新时代剧场书法，安尼鬼吹戏嘅表现加个神法，意义又加个深，等到带本观众无穷用嘅新感受。头前30年，安尼个客家乡亲前批，利用较激烈的方式来诉求万爱嘅客家话，大家讲母语，其实你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你睇30年过去了吼，头前的前批用30年的时间终审了一条胎书，你这条胎书带下了审量的时间啦，你应该有来思考讲，你要用摆来中天意的胎书。天意的胎书清醒故快3大嘛，那天意的胎书呢，应该再跟进一步，我哋好好的成果了，继续来发展。也像讲呢，我用较持续、较开放、较多元、较快乐的方式，来用安尼嘅客家在呢个泰社会地位度呢，更加有自信心，更加嘅平常。故所因呢样嘅世界咧，我想。通过安个方式，老师讲，通过动态艺术来表演安尼个客家文化，也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传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学校隔壁的那个高中，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同学，他功课好，而且是老师公认全校的模范生。还是学生会的会长，他不但功课好，而且运动也强，然后他还会交很多朋友，然后他还会组织就是其他班优秀的同学一起来办校刊。那当然他就是总编辑啊。可是有一天，他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然后就突然来了一堆校外的人士，就进到他的教室里面把他给拉走，他就没有再回来过。他的妈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当然很紧张啊。艺术行动呢，唔单止去画图，唔单止去跳舞等等哦，你所有对你关心的事情，所做嘅努力呢，其实做得介绍讲一种艺术行动。也在动态艺术里面度呢，做非常嘅做得有静态范围嘅表现。也就係講呢，你唔單止愛有動態藝術，還有動態嘅客家係乜嘅，我哋都要思考。也就係講佢蠻成熟。其實你回顧再來看客家嘅世界啦，其實客家嘅文化、客家嘅傳統已經非常豐富咧。只係佢變到厲害嘅時代嘅時間，有啲咧有啲東西係會較落後咧，有啲東西係咧挺進步嘅。不過我們講，厲害啲人面對自家傳統嘅時間，有乜嘅看法，有乜嘅思考，我就通過你面對自家嘅客家文化嘅時間咧，用白人通過再爬樹、再分享、再思考。然後再生產，用一系列的過程嚟，其實來潛你自家一種新的客家文化。其實呢個過程嚟，你做啲介紹講出嚟，你潛啲新的一隻客家文化嘅嗰種嘅那個藝術行動啦。故所我認為呢隻藝術行動，地位度嘅咧，就大量來潛。比如講在音樂當中，你會經驗會做一隻轉型。你就唔係單將用回顧啲啲，你要開始像頭前人大變希望30年後還有一個成果，一個新的2套年的成果，所以開始了音樂，你有一個轉型會留下來。藝術的表現，其他嚟講，從戲劇嚟講，我哋有請你嘅總教老師請你嚟策劃一隻嘅新的展覽，在嘅鐵展的方式嚟，你咪請到。策展的單位呢，你30年來嘅台灣嘅客家總頭發生嘅你講步向灰土嘅事情一點一點嘅，會累積起來，對那邊展現不向前看。
要就给全面的导演的哈。不过由于安尼的场所、空间、啊时间，唔係非常的充分的，故就喊你做的托基样的天天啦，冇法度全面的就发起了。他一开始也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都在他身上，哎呦，他怎么会这么苦啦？本来也想说就一走了之好了，可是他还有连2个年幼的小孩子要养他就想说好了，就忍一忍了，赶快搬离这些地方，赶快搬到山里面一点的地方，他至少还可以种菜卖菜养他的2个小孩子啦，这样子也可以勉勉强强过日子啦。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2个小孩子也养大了，可是他的儿子一直都没有消息了。有一天他就在电视上看到了，有那个新闻报道说有人在那个6张里发现一堆不知名的墓碑啦。他就想说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啦，可以把你给带回家了啦。他就赶快跟他的女儿2个人到台北的6张里去找他。一开始也是什么找都找不到，然后他心里就在想说，好，这个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再让我找得到也好啦，我就当你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才一讲完就挖到了，从那个很深很深的土里就挖出了一个墓碑，他儿子的名字就清清楚楚的刻在那个上面，连枪决的日子也有。终于找到了，可以把你的尸骨给带回家了啦。接下来要继续挖，然后什么都挖不到。他们说这里是那个土质很松啦，只要下雨一来那个水就把土里所有的东西就流掉了、冲掉了啦。他什么都找不到啦，连一点点的骨头都没有，连牙齿都没有了。台湾的这个剧场的这个生态这5年、这10年，然后最近5年。几乎这5年，它的改变就很大。那个比起我们以前开始出来的时候，不管是做这个小剧场，或者是说民众戏剧，那个时候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市场的那一个界面并没有影响那么大。那但是呢，我仍然就是想到的，当然就是说，好，如果我们要做戏剧，然后是客家的话，那怎么样把这个我所知道的这一个历史背景带出来，这是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然后怎么样让年轻的人能够进到这个剧场？我也知道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纪实的方法，现在台湾或者是说现在的剧场也有蛮多是所谓的纪录剧场，它是用一种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历史，所以我们用纪实的方式，把那一个历史重新带到观众的面前。虽然它不是那么讨喜讨好，但就是说，也派也不用，也客家运动10周年，然后又和这一个客家这个基金会和文化中心有关联。俺没懂讲过，俺做也戏不是非常的这一个讨好的话，就是我总感觉像我们这个世代的，应该把我们世代生活过的事情，用我们的方式表达出来。虽然它比较冷门，但是我们试着在创作上，如果有人用创作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它也应该成为一种重要的一个界面吧。一团人强强入围听表下的客家历史，面对新时代的客场观众，如果按用呢来变通同创新，也如爱看戏文作者同客场讨论，也能两者有一斗大白。事实上，过去钟老师在蔡氏剧团所形成的这个风格，其实是很鲜明的。对。那但是我会想说，这一次找我好像应该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或新的冲击，不管是对于这个钟老师来讲，或对于蔡氏剧团，所以我们在剧本，然后最后老师写出来之后，看了以后就觉得。他确实还是在钟老师这20多年来，就是不断就是的这样子风格是一致的。可是对我来讲，我还是很想要
有一点改变。对，还是想要改变，然后觉得好像，其实这当中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是我觉得老师也想要改变，钟老师本身他自己也想要改变，所以他找我。然后他找了我以后，我跟他在讨论剧本，不断的去这个刺激他不同的想法，他也去这样做了，但是最后出来的本子，他就觉得好像如果照这样的方式下去走，可能还是会在原来的。我真的还蛮这个暴力的，对，就是想要把它做这个更彻底的这个颠覆这样子，对对对，然后。钟老师也非常的这个宽容，不能讲宽容，应该讲说非常的包容。对，他们在法庭上啊，全部讲普通话，我都听不懂哦。我坐牢的时候啊，我学那个唱歌，学普通话，国际歌歌唱祖国，他们说这个是共产党的歌啊。我说谁管你那么多？你不明不白把我人关进来，不是共产党，我要唱共产党的歌。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你们今天冒的是第二个社会工厂去工作，社会实现工业事业，才能自己脚下的行为。各位社员，他已经不是你们的选择，你们一定是没有力量的。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你们今天把我的信誉低着头走回工厂去工作，这是将工人尊严踩在自己脚下的行为。作为工会成员，这一定不会是你们的选择，你们一定是没力量的。看论俗世嘅历史，睇舞台上本人重新创作同表演，钟橋先生有幾多感受，也未拍出係舞台嘅魅力。呢條悠久悠遠嘅歷史老頭白，又讓我一代一代睇下心肝闊度來來去去。鐘橋先生也蠻做一個當代客家表演藝術的策展人，因為希望客家精神嘅呈現，唔單止喺劇場地度。還是得用幾多冇相同嘅方式，故所以以前來劇場工作者郭嘉玲同現代舞創作者王能，共下來思考戶外嘅裝置藝術同舞台表演。最後再照回來自己身體。客家的東西的概念出發嘛，然後在想說到底有些什麼樣的物件可以使用。那其實講客家話，大家一般最容易想到就是像客家花布或是油桐花，可是其實它比較是一個，雖然我們都會直覺把這個東西聯想在客家人的身上，但它其實它已經是經過一個商業化的。就其實你如果講真正的客家人穿的布衣，它其實是藍衫，然後或者是油桐花，其實並不是每個客家村都有，它其實是有經過一個包裝過後的東西。所以那時候想要找一個比較能夠代表客家的東西的時候，其實有點困難，還有它的困難度。然後那時候在想到關於就是節儉，然後還有環保這種的想法在裡面的時候，然後才會想到是很多的客家村其實他們的環境其實保留的還蠻好的，所以就是都可以去看到像是螢火蟲啊這些東西，才會選擇這個素材，然後才在想說要怎麼樣跟這個客家園區的環境做結合。對生活當中尋到同客家有關嘅元素，王能係此輪用現代舞來尋出自我身份嘅認同。他覺得對於當代的比如說是這個世代的都市裡面的客家年輕人的，有點是身份認同的疑問吧。因為比如說像是我大概27歲這個年紀，那其實出生在台北，然後爸爸媽媽是客家人，可是那我是客家人嗎？其實我也有一點疑問，或是有時候在人家在問的時候，你要回答的時候，其實也會有一點矛盾。我到底是誰？我是客家人嗎？我爸爸媽媽是，但我到底是嗎？
就大家大概是跟我聊，就是他希望户外的演出是走这个方向，然后他也给了我朗读的他写的台词文本，比如说台词里面会有我那本上司以条蒙提给汉人，我那本这个条蒙提给汉人，就是我好像被这座城市遗忘，我好像被自己遗忘，那我到底是谁？我来自哪里？就是比较大概是 base 在这样子的文本里面，这样子的概念去出发，然后去发展动作，然后再跟台词结合这样子。新一批嘅客家後生人，伊能體驗的時代用無共樣嘅方式來潛自家嘅根，未打破藝術同行通，韓國集權客家文化。都係乜嘅客家文化？啊，你要做樣扮人客家人，嗌唔曉講客家話。我有客家心，你愛係客家人喎，就係千多嘅問題，啊，在安尼啲新一代嘅客家字體裏邊度嚟嚇，我有發生咗千多嘅問號，那條問號呢，實際上呢，其實出於客家嘅獨特性，安尼咪通過藝術嘅表現嚇，來攞呢個問題談出來，提出來，所以我談大家嚟討論，大家嚟辯論啊，大家嚟對話。對方呢，其實我有機會來成熟到一種具體的形式，除非跟種具體的形式呢，除非其實成熟到一種新的屬於按這個客家嘅一種新的文化。你係屬於按呢啲人，如果你係到底係樣板人，到底係有也無，到底要成熟也唔要成熟，你係完全要看按呢啲人的努力，來自己開始去做呢件事情聽聽。啊，更加需要更加多人，必須要全面性的按亞團人來參與。也就是講，亞團人嘅客家文化係樣板人的形式呢，其實大家責任都按亞團人。安尼有參與冇參與，愛做冇做，佢就完完全全影響到亞團人嘅種客家文化嘅具體嘅內容。假使冇一行通嘅時候，也行通唔拉嘅時間，你50年後反轉頭來看嘅時間，按亞團人嘅客家係窮嘅。因為安尼，你遐當創嘅做嘅係咧頭擺嘅團員咧，所以呢個團員嘅模特，啊，呢個團員咧嘅文化內容嘅模特，故所以安尼非常重要，要潛呢啲東西，啊，透過藝術咧來潛咧最好嘅。藝術應用嚟表現當代客家呢，沙下來我拜訪嘅一個團體係方體劇場，聽講伊能愛用佢特別嘅方式來傳授客家。一擺受到台北市客家委員會邀請創作嘅方體劇場，係藝術家吳文翠喺1994年成立嘅，以發展出用民音來做主要方法嘅行通舞譜，用眼神來寫詩，每場創作都係親切又精準嘅心靈對話。嗨，文翠老師啊，依龍，好久不見。對，你現在在為什麼？你在看那麼特別的書？是啊，因為我們最近在做一個演出，叫做《我歌我茶》。對，那歌就是要唱鄧雨賢的歌，茶就是要喝東方美人茶。哦，那因為是表演藝術嘛，是肢體劇場，所以呢，我們希望可以多了解台灣的植物，然後從進入台灣的植物去長出一些形體動作。所以我現在正在研究的是一本很特別的書，叫做《大地有情：台灣植物的四季》。哦，陳月霞老師的。所以那個肢體動作會是從大自然對出發的。肢體動作會是從真正的這些台灣植物裡面產生出來的。你有興趣嗎？有，聽起來覺得很有趣又很困難。沒有錯。哦，所以你現在就是要去找，你會找特別的一些固定植物去發展。我就很希望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角度，真的去親近這片土地，因為我一直覺得這片土地還有很多的續集，他們想要告訴我們，可是我們目前可能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聯絡，電話也不行，我直接問也不行，這樣子。當我認真看到書度上七殘八殘。
坦坦大动的植物，我心肝研读一下，感觉到这种题目共用的环境度方，前面股存在前世股参嘅用嘅，如长眼的行业。无论面对一太嘅困难同挑战，大家唔愿讲出在，其实如忙一档硬，忙一很拼。老师，你为什么会想到要用这个？我觉得看完这一篇，很厉害耶。怎样？因为我看到后面有看到虽然他的字不多，然后加上再看到你后面的笔记，我就是联想到客家哎。是哦。对。为什么你会联想到客家？很有趣哎。你看玉山园博会联想？对呀，我觉得哦，你这想法真的太有趣。因为我觉得从这种盘究曲江，实在有太多不得已的苦衷，你就可以联想到，很多人会说客家人就是很小气，或客家人就是什么什么，你对一个族群的刻板印象，对他就是有苦衷，是吧？我说这里面有很强的力量吧，这个就是我说，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就是这个土地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然后它事实上一直存在在那里，它想要告诉我们。我那有想到，我会认真策划来点目子，我嘅父亲抢本向强教嫩去用嘅。为到韩国了解放皮壳虫同吴文翠先生嘅想法，我决定要好好来体验先生研发出来嘅民音训练。是讲喺体验以前，先生爱我先好好感受一下内心。好多老师本来功课，我想办法做啦，不过唔伫最里面会上到嘛个用的个书诶，比如说更加入了制作看啊，那个民音是什么情形？好，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对我们就进行玉山园博的民音了。好，那请你先把眼睛闭起来，想象你喝了那杯茶进去了，然后茶下来，它热热的、温温的，它有它的锐角，可是它也有它的回甘。那顺着这个下来，你让你自己的呼吸也沉下来，沉到丹田，缓缓的吐气，从丹田再继续往下，顺着你的双腿，仿佛你的腿慢慢的变成站在玉山上的某一种东西，我们还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所以你的意念透过那个茶汤进来身体之后，它其实不断的进到非常深的进入你的身体的内部。经过吴文翠先生反复的悠悠的引导引带，我感觉到自家同人体高山动荡的向强融合起来嘅。我感受到伊睇我眼神度空，感受到伊带本我嘅情绪。雨下来了，这1000年来、2000年来，你一直在这里，跟这些风、雨、白云这些东西伸进去你的身体里，你的身体变成这个整个大地的一部分，只是你的躯壳是1000年的玉山园博。任何时候，你感觉你的身体像玉山园博，渴望长出来，你就让它
从身体的深处，从脚底，从丹田，让它慢慢长出来。形是什么不重要，是那个长出来的过程。透过你现在的身体长出来的过程，永远都会有水，都会有土的能量，从你的根长出来，它会实质的穿过你的身体。是这些细节在你身体里是最重要的。你这个肉体有时候是有形的玉山圆柏，可是有时候它也是玉山圆柏的内在。玉山圆柏的能量慢慢从你的身体里离开了，它从你的头发飘走了，它从你的细胞飘走了，它从你的腿，从你的脚板离开了，回到它的土地里去。可是这种哭不是悲伤的，它是一种很深层的能量。哇，我觉得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可能体会这个所以我觉得好幸运哦。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用这样的经验创造出作品，然后邀请观众来看。那观众会因为这个作品而对于这样子的事情产生兴趣，就说他慢慢从这个过程，他会知道，总而言之，你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你让那个东西住进来，那个东西的能量就会告诉你，他想要怎么长。另外也一个偷偷都接触名人的人，如有按上深、按上强的感受，如看得出艺术真正有我们想就想唔到的力量。三轮我们爱看下来看啊，吴文翠先生亦能形容嚟运用按嚟嘅方式，来同客家文化融入表演当中。一片草原，在草原上，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但是因为台湾高空上面赤裸的岩石、强劲的风。看说放屁剧场的行通舞谱过后，我们又去拜访的那一代用音乐来展现客家精神的创作者王维克，以系高雄民农来的主题，也多年来以创作的许多客家音乐，长期关心注意土地、社会同环境的议题，喺伊嘅创作当中，时常感受得到温暖的感情。那这首歌呢，它大概就是在描写从我自己的成长经验里面，我的生命的成长时间轴，来呼应了我自己家乡的这个发生过的事情，祖先长辈们把这个好山好水，守护下来，保留给子孙后代。那我想这个今天在这个客家30的这个时间点上面，刚好往回头看，然后往前看。就是也适合用在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客家文化还有奶奶哈巴我们的客家话到底怎么继续走下去，然后用一样的力气来去想各种办法把它努力的守护下来，这样子好像带来这首歌，天公念。
差不多到太后的时间，哦，开始伫面即家迄马几年，哦，有个安尼琴琴的一个歌唱，寻根安尼歌唱，所以对太后开始我就个认真，哦，上来学做我即家学法，哦，母语啊，哦，就讲啊，汉西时间伫面路，哦，阿公阿妈土，就汉西汉鬼我讲。都太近了，佢唔會講嘅，我就面到安尼，唔辦法吧，吼。唔會當然唔會講，都唔會講呀，唔能會想到以前。因為對我嚟講，我其實只同阿公阿媽本來個親，啊唔過上來來聊幾下幾，講幾下幾話就講唔下嘢，我知道按心情，個失敗個傷心啦，即家對即家嚟講，就講啊。安尼唔係條路啦，就講啊，做唔得安尼，吼，所以其實就有動態安尼衝擊啦，吼，所以我知道我哋客家嘅文化，吼，我哋咧客家一個語言，吼，當成，因為有啲我同老人家學啊，因為會講老古人語啊，吼，就講啊個老嘅個土嘅，吼，個湖嘅話，所以我知道當講。當成詞。有咩係唔想愛用廿個語言嚟寫歌嘅語言？錯，也係一個最主要嘅部分，就係講啊，我學到嘅東西，用音樂嘅方式來呈現，還有保存下來。因為錄音錄好嘅就留下來。以後我用一多年我彈嘅就至少啦，有安尼嘅東西。故所以講啊，客家運動。我知道一個運動地位啊，有拄好有廿2塊，對我嚟講拄好全部係我即個個關心嘛，有一次啲做嘅事情。唔知啊，講過唔係個位睇按年嘅時間，伊可以推表嘛嘅意義啊。人哋唔會強啊，係一個唔希望而做嘅推表用嘅意義。講真實咧，我唔知，不過。對我嚟講，我頭都有講到，因為我即家佢上去學嘢嘅東西，保存下來，所以我希望學到各詞咩東西，各老嘅東西嚇，呢有到人嘅諺語啊、俚語啊，嗰種見來見少講嘅。我希望我用我上網做嘅，我用時間用安尼創作，花時間來做保存一部分。希望講啊，以後係有人聽到我嘅音樂，有一些感動和感受，伊會想去看歌詞，有可能就有新嘅人去學到新嘅東西。係你講啊，有啲人想去有一年可能就想到去學盡這個母語，其實就有。去尋看做啲聽乜嘅音樂，做啲看乜嘅東西，其實就拄好我有創作嘅安尼音樂，拄好做啲我嚟聽書安尼。無相同嘅媒介，無相同嘅展現，無論係哪種藝術，都說明一項事情，佢就係我哋係乜嘢，我哋對內來客家嘅文化究竟係乜嘅，咁我哋要佢愛行向哪去呢？再感覺一下。也就是講，咪就在尋到咗，除非客家老嘅安尼現象嘅客家，其實佢有乜嘅無窮樣，安尼是咧來出來，無窮樣是咧安尼咪來做專業嘅分工啦合作，全台灣全面性嘅客家文化呢，然後佢有一隻嘅進一步到安呢隻時代嘅可能性啦，台北嘅資源真多，安尼講我老師嘅對接嘅時間。台北隨時做啲老司機對接，種下就非常困難。台灣嘅社會發展裏面都造成咧嗰種上老鄉嘅落差有嘛嗬。嘅安尼種下嘅資源非常嘅少。嗰時候安尼喺單張看缺點嘅時間，安尼做都嘅罵都嘅代替啲。安尼應該咧缺點變到一隻嘅安尼做啲行通嘅，一隻嘅發通嘅嗰種通緝。按個時間你發現千度嘅機會都來咧。嗰時候你啊，除非客家佢做千度做嚟做，安尼看到佢無共用嘅時間，
除非客家做最进步的，老台湾的客家目前我是安尼做出老，安尼要做最进步的行通的物件，最进步的各种嘅内容的物件，安尼开始来思考啊。思考将来就会用动态艺术来表现。台北市有美术馆，台北市有动态艺术馆，台北市有非常多的艺术空间，甚至艺术能量啊！通过来的东西也是，通过来的东西来表现的时间，表现到客家的时间，应该做对客家做来产生一种生态的变化。尤其台北市有非常多嘅客家学习的艺术工作者。把很多两位就会按用人，故说用白人了了就会有客家身份嘅客家肢体，也一个有客家心的、有客家认同嘅艺术工作者呢，得到力量释放起来，释放起来就表现出来，当在专业嘅艺术能量被大家来看到，大家来学脑来肯听的时间，佢反转头来呢这客家新的客家文化，所以停掉会带起来。来按个思考。老祖公留下来嘅文化，除系传承以外，人哋也到后场呢，要改按用呢来表达同上上呢，也到按有价值的历史，能为证件喺人哋嘅生命当中流转。我想也系上述也推客家文化嘅人哋，佢爱好好来面啊，好好来面对嘅问题。